过去的年日，享受咱新的年日伫伊的面前，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咱三甲做伙伫伊的内面，同齐做伙来敬拜。感谢主，享受咱有官兵会通祈祷，会通献祭，并且咱会通为别人来代求。上帝的话安定伫天，伊安怎讲，伊就会安怎成就。所以咱伫这个时阵，咱要三甲做伙同齐来伫主的面前来感谢。耶和华上帝是以便以谢的上帝。到如今拢帮赞咱。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小龙的上帝，伊享受所有一切的平安。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年始的上帝，伊每一日用着伊的军旗，引带咱靠着基督大大来得胜。咱所以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上帝所享受一切丰盛的应允，一定成就的应允。开声来感谢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阮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会听到阮三个同在，来是阮享受看顾你一切的祝福伫阮的内面。阮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伫阮的内面享受丰盛的恩典。阮所以要感谢主，你伫阮的活命内底所享受一切的丰盛。过去的年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看顾甲引带，直到如今，耶和华你拢帮赞阮。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你的疼痛，直到如今一直拢伫底。主，我们要感谢你。虽然阮拄着艰苦、病痛、灾厄，但是主，你应允，你的手一直要扶持阮。所以，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被上帝是你享受活命一切丰盛，互阮有气力，享受互阮有智慧，互阮经过苦难的日子。阮更较了解家己的有限，也更较明白上帝你对人的疼痛、照顾甲引带。所以，阮今仔日会通有智慧面对人生，并且伫一日一日经过的时阵，被上帝你的疼、你的双手一直牵阮得行，互阮无地高歪错，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道路律例典章内底来欢喜，来按照正面的路来跑走。感谢主，阮虽然软弱，但因为有你的同在，因为你是耶和华尼西的上帝，你享受你的能力、智慧甲权柄，来引带阮进入到伫丰盛的所在。阮为着你所享受一切来感谢，愿你的名伫阮当中得到荣光，愿阮受你所录用，也甲你同得荣光。你做的代志也享受互阮。互阮会晓得对你的方法来行来做，感谢上帝听阮的恳求，感谢主。这时咱接下来伫主的面前祈祷，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每一位兄弟姊妹用着敬虔的心来服侍上帝。主耶稣安尼对咱讲：人若用心灵甲诚实伫真理内底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照着伊所吩咐的，咱来敬拜伊，来敲碎伊，来跟对伊，照伊所讲的来行，人的活命一定会大得荣光。因为被上帝要伫人的世间当中掌权，要通过伊所讲的话，赐恩互遐敲碎伊，照伊话语来行的人。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为着今仔日同日所有的礼拜，普天的奉主的名，同齐做伙礼拜的正教会正兄弟姊妹，咱拢会通三甲做伙，进入上帝所应允，专心听主、甲主同行的荣光内底，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阮的主，阮的活命、动作、尊劳、气息，拢是出自你，因你的主爱。因为你所享受一切，主阮所以会通伫你的面前来奉献。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原本就是对你所来的。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为着家己祈祷，也为着阮所有亲爱兄弟姊妹祈祷。被上帝互今仔日实实在在，正做一个礼拜的日子，因为对象是对的，因为人的心是对的，所以互这个礼拜。互这个圣殿充满敬拜上帝恩典，
主啊，我仰望你，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赦免，仰望你的更新，仰望你伫我的心上做你所欢喜的代志，伫我的心上来动手术，无论是罪恶病痛的毒瘤，或者是伫身体所有一切酸软病痛，主你拢伫阮的心上来教导阮，来医治阮，互阮离开黑暗，进入所应允的光明，离开软弱，进入上帝所应允的光强，离开病痛，进入上帝所赏赐的空间。阮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慈爱存到永远，因为你的话语安定伫天，因为你所讲的一定会成就。愿将荣光归于你，感谢主，将着平安的年日赏赐予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请工位兄来报告。非常欢喜，伫新年大人区，咱能三甲聚集伫上帝院所内面来敬拜阿乐伊。主安尼讲，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拢换新了。互咱将这个新的活命，伫这个上帝院所内面来敬拜阿乐伊。消息报告：春节期间办公室休息到1月31日。本周联合聚会拢暂停一届，敬请兄弟注意时间。第2月初5礼拜日下午1点，将伫教会召开2月份的定期祭祀会，敬请祭祀同工有备心一同参加。第3 2月26到28，就是礼拜日到拜一，教会将伫金福山举办祭祀小组长同工退休会，讲员陈伯杰牧师邀请祭祀同工踊跃参加，并到合信会群组点选连结报名，目前已经有24位报名。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各位亲爱的兄弟哦，迄个咱看第一点吼，办公室的休息吼，到正月31。主要是因为稍微传道甲孟村传道吼，因抑个伫要来即个礼拜4、5、6吼，因会去举行伫公安拿教会伫迄个所在带营会，所以呢牧师甲会做伙伫拜5的时阵过，拜6的时阵会转来遮，所以呢咱甲咱的同工补假，所以大家当了解即个情形，愿上帝祝福，为着遮个服侍来祈祷，因为青年。伫即个公安拿教会吼，即马咱要含因青少年做伙举行即个营会，因为时间有真无好巧，所以咱特别为着特别感谢上帝，遮着孟村传道甲少伟传道，因安尼真用心，佮甲真侪同工同齐做伙服侍，囡仔遮个青少年呢，大概有40通位，所以迄个营会不止真大，所以求上帝赐恩。这个营会当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得上帝欢喜，路用来起造才建造这少年人，因的年日伫耶和华上帝面前大有能力。好，咱即时三甲做伙来同齐做伙来敬拜，用着诗歌同齐来服侍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三甲起立，同齐来吟唱这个诗歌。是何等慈悲听通主上帝，伊的听永无改变到永远。是何等尊贵耶稣的听通，我命得着主拯救。好山那我了主上帝，好山那。个苦主耶稣，何塞那，何塞那。
来福天我。和散那我的主上帝，和散那我个主主耶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是何等主必听他主上帝，伊会听永无改变到永远，是何等尊贵耶稣会听他。我命凭着主拯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救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主上帝永远伫我的身边，引带我的脚步向前行。看我有一软弱的双手，我看到伊来扶持我。好山啊，我主上帝，好山啊，我个救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咱这个时阵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来为着咱的营会来祈祷，愿上帝亲自赐恩伫这个青少年的营会，或者个营会充满上帝的能力，互咱会通伫其中传承咱的信仰，一代一代传承落去，互咱的下一代比咱这一代更较强盛。咱伫主的面前来开声祝福咱的下一代，来遇到上帝的教会延续，大有能力伫这个世代徛起。咱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主，我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教阮同在主上帝，你保守、你照顾、你引带。主啊，阮所以伫这个时阵，为了这个青少年营会来祈祷，拜上帝你亲自赐恩，甲这个青少年三甲同在，也特别保守看顾，互教会充满一代一代有上帝你的能力，有上帝你所拣选的，有上帝你所疼痛的。拜上帝啊！我不但是甲因三甲做伙为因祈祷，就阮也是会当积极努力来入捌伊，陪伴因甲因三甲同行信仰的道路，互因伫这个世代内底真真正正活出上帝你阳光的款式，因为你是主，是上帝亲自享受阳光伫因的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将阳光归予你。哈利路亚！是何等主必听从主上帝，伊会听永无改变到永远。是何等尊贵耶稣会听他，我活命凭着主拯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救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前行，伊看我有一软弱的双手，我看到伊来扶持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救主耶稣。好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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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上帝。咱的主，咱的上帝，堪得一切娱乐甲敬拜。大笔有一个祈祷讲：主啊，
我们一生一世踮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光，因为你是信实，因为你是慈爱，因为你是赦免，因为你是更新，因为你是绝对全能的主上帝。我要踮你殿中，欢乐敬拜称谢，所生你恩典，笑脸你的主爱，述说你的荣光，敬拜高永远，耶稣。咱要接线来为着咱的囝儿逝世来祈祷，为着咱的父母来祈祷，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今仔日咱的囝儿逝世，沉沦伫山顶的佚佗，咱的囝儿逝世，无明白上帝的话语。去年伫教会的统计内底，基督徒虽然有增长，但是另外一个真大的问题是，基督徒的人口，甲过去7年来比的时阵，总共落了36%。意思就是3个人其中有1个人是已经离开教会。咱检察会讲，因为人口老化，离开倒转去到伫上帝的家庭。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咱的囝儿逝世是安怎奈保无入来伫教会内底？信仰无法度继承，信仰一定爱传承。继承就是我离开世间无去啊，我的囝伊自然就会信。但是咱看见毋是安尼，真侪人伫1代2代基督徒了后，第3代就无去。信仰爱传承，是爱甲因带，爱甲因顾正，爱甲因教示，爱甲因带入来伫上帝的殿中。如果咱咧吟唱诗歌讲是，耶和华上帝有绝对的权能，耶和华上帝有绝对的慈爱，那呢，咱甲囡仔交托伫上帝的手中，也是咧见证咱所吟的诗歌，咱所信的真道。所以，咱为着咱的囝儿逝世来祈祷，为着下一世代来祈祷。信仰必须要传承伫咱的家庭当中。咱的家若要得到兴旺，我靠耶和华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也是唯一的条件。咱三甲做伙开声，为着咱的囝儿逝世，为着咱的全家信主、全家服侍上帝，开声来祈祷，请。圣在、圣在、圣在，全能的主，阮的上帝，你会听甲阮三甲同在。主啊，你赦免我，伫我的活命内底有真济家己的疼惜照顾，家己的拍算，
但是主你伫我的活命内底要来引带我。主啊，你亲自赐恩伫我的身上，感谢上帝，你将着儿女享受阮诚侪产业。当这个世代真侪人伫迄个所在，因无遵照你的话语来行，甚至我家己也无遵照你的话语来行的时刻，上帝，你伫迄时阵并无顾念，无伫迄个所在纪念阮的歹所行。如今你确实互阮有机会有恩典，阮就通为着阮的今日时势，阮的下一代来祈祷来守望。上帝，你赦免我，怜悯我，用你极大的听伫我的身上，成就你心意的欢喜。帮助阮伫主你的听内底三甲做伙同心，互阮彼此同齐，甲主你相行。主啊，互阮甲阮的全家拢来服侍主，所以阮着勉强阮的儿女，阮着顾正阮的儿女，阮着教示阮的儿女，阮就照主你的旨意来甲因教导。主啊，甲因带到你的面前来。今仔日的勉强的真侪明仔载的强盛，今仔日伫主你面前所做的，主会当真侪教会伫主你的面前，真侪你会当按照这个世代来发声的一个教会，为安乐圣教会祈祷。愿你的主爱、怜悯、保守，互你的教会真侪上帝你欢喜荣光的教会。我要踮你殿中，行乐敬拜称谢，所生你恩典，笑念你的主爱，述说你的荣光，敬拜高永远，耶稣。
代笔的祈祷讲：主啊，感谢你赏赐你仆人的家，又搁应允要兴旺你仆人的家。阿门。爸上帝啊，阮伫你的面前算什么货呢？你竟然顾念你仆人的家，愿阮的家伫你的面前得你的照顾，你的仆人也愿意奉献你的家，互上帝你伫你仆人的家大得荣光。这是代笔的祈祷，但愿这也成做咱的祈祷。主求你看我，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请兄弟来，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请姊妹来，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细声来，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麦克风来，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囝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全能的主上帝，感谢你接纳阮做你的儿女。虽然阮伫罪恶中所生，阮的生活也定定得罪你，但你用你的疼接纳阮，
佮食到耶稣基督的血，替阮付出最应该受的刑罚，互阮会通除去罪伫阮心上所有一切的咒诅。阿门。如今阮伫基督内底真做新造的人。阿门。伫即个新的一年，阮向你恳求一个恩典，恳求圣灵大大降临伫阮的身上，阿门。阻止阮行歹的代志，牵阮活伫真理的光明当中，通互阮做你欢喜的子女，互阮伫所行的事上，因为你牵阮的手，因为圣灵的同在，互阮的年日伫光明中来行达，通互上帝你所应允的荣光，以及你创造阮的目的，互阮真正伫其中活出上帝你的美好。阿门。同心仰望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是三个教会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我的日息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着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三甲做伙来启用。今仔日咱要启用的启用文是第4篇，启用文第4篇，我来读启，兄弟请来回应。了后的部分，咱三甲做伙来上读。启用文第4篇，诸天述说上帝的荣光，强枪传扬伊的手段，一日到迄日发出言语，一暝到迄暝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通听。伊的量大普遍天下，伊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伫其中为日头安设帐幕，日头亲像新郎出洞房，佮亲像勇士欢喜奔走。伊对天这边出来，射到天迄边，无有一米受温存，无得到伊的消气。阿门。愿上帝是阮祝福伊所讲的话，互伊真理的阳光也照亮咱每一个人。咱这是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要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到34节。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到34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有一个文士来听见因辩论，晓得耶稣回答了好，就问伊讲：诫命中倒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讲：第一要紧的，就是讲以色列啊，你爱听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就爱听人亲像家己。搁再无比这两条诫命搁较大的了。迄个文士对耶稣讲：老实讲，神是一位，实在是无毋对。除了伊以外，也无搁再有别个上帝，并且尽心尽力尽力听伊，搁听人亲像家己，就比一切烧祭甲逐样的祭祀搁较好真济。耶稣见伊回答了有智慧，就对伊讲：离上帝国无远了。对安尼以后，无有人敢搁再问伊虾米话。咱即是三甲做伙，搁再一届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真理的圣灵，
也是为阮付出活命的主耶稣基督。阮伫这个时阵，搁再一摆恳求圣灵来到阮当中，互阮的心受割礼，互阮的灵伫圣灵的引带内底，自行伫上帝你的阳光，你真理话语成就伫阮甲阮的家，互阮一生一世述说上帝你伫阮活命，伫阮的家庭当中所行是何等美妙的拯救。愿献上恳求，愿主圣灵亲自来教导阮，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马可福音伫这个所在来记载，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伊的生活。真侪人检采有一个想法，信主耶稣，所有的问题拢会得到解决，对他以后就无风无摇。咱的人生会过得一帆风顺，但是咱会当看到圣经所讲的，并不是安尼。如果伫世间的生活就是一帆风顺、无风无摇，安尼迄毋是真正上帝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嘛毋免受定十字架。咱若要看一个人，伊会安怎样啊活？伊所活的款式，应该是对耶稣基督的形象来看到。耶稣基督，这是咱活命真正应该学习的。基督来到世间，出世伫上卑微的所在。基督学习上帝话语，基督顺坦上帝话语，基督照上帝所讲的去行。当基督伊有伊的想法，和上帝话语有相拄着的时阵，相冲突的时阵，基督讲：“爸啊，我将我的心愿甲你讲，但是毋是照我的心愿，是照你的心愿。”所以，基督因为顺坦上帝的话语，甲家己降落到上卑微的所在，因为安尼，上帝看伊做宝贝，知影伊是一个会当交代的，就将伊称权交伫至权，互天顶地下地底的所有一切叫会出名字的，拢爱顺坦耶稣基督的名。咱着看到这项代志，人真正的官兵，无论伊是地面上世界、物质世界的官兵，或者是伫属灵世界的官兵，拢是透过一个秘诀，就是顺坦上帝话语来行。咱顶礼拜的时阵也有讲进前的时阵也有讲过，上帝的能力伫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后，黑暗权势会当伫当中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囝。咱若照耶稣基督上所赏赐予基督的，基督伊所做的、所行的，若是照上帝所讲的，伊就有权柄。同款，咱若顺坦上帝所讲、所行的去做，咱也会伫属灵的世界显出有权柄、有能力，并且所有灵界遐的势力，也拢会对咱来看到上帝的能力。咱会伫属灵的世界，受其他的灵认出咱是上帝的儿女，就亲像基督受认出伊是上帝的囝同款。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伊做务非常的精简，但是伊得胜的秘诀是伊听叹军队上帝所驾驶伊、所吩咐伊的。亲爱兄弟姊妹，基督毋是一个无思考的人，伊是一个会思考的人。所以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伊讲：爸啊，若是会当将这杯刷开，因为伊知影要去伫十字架顶所受的苦痛是遐尼大，伊大声知影一寡代志，但是伊为着迄个代志有必，伊也为着迄个代志会挣扎。但是，伊的心讲一个：爸啊，总是照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因为安尼，伊顺服，甚至顺服到伫死了，上帝互伊对死搁活，伊得到所有的权柄。天顶第一、地底的每一位，拢总爱伫伊面前跪落拍拜伊。亲爱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咱按怎样啊来学习，亲像基督同款，伫一个征战的世代，伫一个真无愿意顺探上帝话语的世代，咱按怎样啊分别罪性，互上帝会当欢喜咱、路用咱、荣光咱。马可福音第12章，伫迄个时阵，真侪人来反对耶稣基督。因反对耶稣基督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因过去霸占宗教的解说权，因做真济，因掠做传统的代志，伫教会内底，伫会堂内底，因霸占上帝话语解说的权柄，因无容允人读圣经。因读圣经互人听，因解说圣经，所以递到落尾的时阵，这人应该来对着这老师、这文士、法利赛人来听到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是毋是真正安尼讲，也是互透过文士、法利赛人会有私心黑白讲袂，会讲毋对去袂？这是有真大的可能。甚至当因讲会到，因做会到袂，或者是因家己伫迄个所在讲，叫别人做，家己却是毋愿做咧。迄个时阵，文士甲法利赛人，当因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甲因的教导是无共款的时阵，因开始感觉惊吓。12章迄个所在讲，这兄弟姊妹，这人因欢喜听耶稣所讲的是安怎？因为耶稣是大声做，做了后才甲因解说，甲伊讲我是安怎做，我是安怎要安尼做，我安尼做的目的是啥物货？耶稣基督大声做，才甲因讲。但是甲法利赛人、文士无共款的是，一寡法利赛人甲文士，因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讲互别人听，叫别人做，但是家己无一定会做。所以这有真大的差别。伫教育的过程内底，咱爱真斟酌的是，咱会晓做，咱才会有模范，才会有权柄。但是文士甲法利赛人，因无安尼行，无安尼做，所以因定定来挑战耶稣基督的教导，定定找问题来挑战耶稣基督的教导。咱咧进前的时阵，12章迄个所在，佫有讲到另外一个，因来挑战。头先的时阵，因找发一寡法利赛人甲这政治人员。伫12章的13节讲，因找发法利赛人甲希律党的人来到耶稣，要就着伊的话来陷害伊。因就来了，就对伊讲：老师，阮知影你是诚实的，啥物人拢无，你拢袂看人的正面。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咱是诚诚实实传讲上帝国的道理。安尼教说互该撒皇帝是应该无应该？伫这当中，这个法利赛人甲希律党是政治
甲宗教的结合。即使耶稣基督若伫迄个所在讲，无应该缴税，互该撒皇帝，安尼耶稣基督就会犯迄个法，就是伊无缴税互皇帝。但是伊若是讲缴税互该撒皇帝，安尼犹太人即个文士法利赛人就会就伊的话来甲反对，讲你是敬拜，因为该撒是另外一个王，但是犹太人的王是上帝，所以同款应用一个双面刀鬼的方式，伫迄个所在，伫遐来要陷害耶稣。但是耶稣伫迄个时阵，甲因讲，恁甲迄个银角甲摕来，因就摕一个银角互伊。你看咱的银角，咱即摆50箍的吼，抑阁有迄个头上有无？咱的50箍抑阁有迄个头上孙中山的像啊。了，罗马的银角要印着该撒皇帝的像。耶稣基督就伫迄个所在讲，顶悬即个银角啊，顶悬是印着刻着啥物人的头像呢？因就讲是该撒皇帝的。安尼耶稣甲因回答讲，耶稣无甲因回答讲纳税，也无纳税。耶稣基督甲因回答讲，该撒的物归伫该撒，上帝的物归伫上帝。即句话有真重要的。咱属啥物人？咱是属倒一位？咱的心其实咱家己会分辨，毋是即个钱放伫倒位，是咱的心归属伫倒位。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煞全毋知影，这位主耶稣呢，遮教我呢。总是呢，另外阁有一个党派吼做即个撒都该。撒都该派的人，因是无相信会对死搁活的代志，了因就伫迄个所在来挑战耶稣讲：恁犹太人，耶稣你讲有对死搁活的代志，因就做一个代志，因讲，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例，就是大兄娶太太、娶某的时阵，即使即个某若无生囝，安尼二姐啊，就爱娶即个某了，为着伊的大兄留落名字，安尼伊的产业才袂无去。总是呢，伫当中呢，撒都该人因就来到遐来挑战耶稣讲，有一个妇人人，伊嫁一个大兄，了这个大兄过身去，又搁嫁互二姐啊，二姐啊嘛无去，拢甲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总是呢，拢总无生，但是听到割活的时阵，安尼你若讲有割活，安尼我问你一个问题：安尼当割活的日子的时，这个妇人人要算啥物人因太太？因为7个人拢捌娶过伊啊。撒都该人用着真一个真机巧的方式，7已经是表达完整的数目。即使若是会动的时阵，就咱来讲，咱会讲10个还是100个。但是犹太人来讲到7个时阵，就是讲已经代表全部，就是意思免讲遐济啊。就讲到1000个、10000个嘛共款，总是7个已经是到迄个极端啊。安尼，耶稣你讲，这个人到底是算啥人的太太？主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回答讲：恁安尼读毋对去，因为恁对一寡代志无明白，但是恁却是用无明白的代志咧问这代志。所以主耶稣甲因讲：恁敢无读过圣经？恁若读过摩西5经内底，就是伫刺皮迄一篇内底讲到一项代志。当主上帝对摩西讲：我是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当上帝安尼讲的时阵，伊讲迄个我是，毋是过去式，毋是将来式哦。上帝是讲我即马就是，我现处时是，我甲你讲话的时阵就是是。所以上帝是活伫永恒的现在，毋是过去、即马、后摆。上帝讲我活伫永恒的现在。我若是活伫过去，迄一位上帝，安尼我就死去啊！我甲其他的生命共款。但是上帝讲，我活伫迄个时阵，我活到即马，我是活伫永恒的现在。所以，撒都该人，恁真正无甲圣经读清楚。
因为迄个圣经，咱若用英语来讲，上帝讲 I am， 伊毋是讲 I was， 毋是过去，是现处时。过去迄个现处时，现代即个现处时，将来迄个现处时。新学家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咱的人生敢若有两个日子，一个是今仔日，一个是将来迄个日，就是大审判迄个日。咱敢若有这两个日子尔。安尼，咱就爱真斟酌注意，咱的日子安怎样啊？活。撒都该人因伫迄个所在听到这个代志，因雄雄煞袂晓安怎样啊回答。耶稣基督甲因讲：恁真正是无猜恁是撒都该人，无猜恁的门派遮尔大，无猜恁拥有真济百姓对恁的拥护，但是实际上恁并无伫迄个美角内底看到上帝讲话介重要迄部分。亲爱兄弟姊妹，咱咧读上帝话语的时，咱嘛是爱真斟酌读。上帝话真侪时阵一句一点啊，对咱来讲，拢非常的重要。古早人讲一句话。外行的人看闹热，内行的内底看美角。所以咱的美角有斟酌了对无？迄个时阵有一个文士伊就来，听见因辩论，因晓得耶稣回答了好。迄个好有两种，一个是技术真好，另外是一个内容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文书啊，伊看到、听到，伊就感觉耶稣真正内面有料啦，毋是亲像其他的法利赛人甲文书凊彩讲的。所以当伊听见因的辩论，伊知影耶稣基督回答了非常的准，非常的正确，内容真有，技巧嘛真好。所以伊就问一个问题。诫命当中，倒一条是上要紧的？咱袂去问一个囡仔，甲伊讲微积分安怎样算，因为迄个囡仔袂晓。咱含一个人，咱若是要，你若来问牧师吼，要安怎做股票？我甲你讲，我袂晓，因为我毋是学迄道的。但是这个文士伊听见因的辩论，伊听到耶稣基督的内容的好，技术的好。伊回答的精准点，所以伊就知影这个主耶稣无简单。伊对安尼就生出一个问题，安尼我需要来了解，这就位耶稣伊所看到的，伊所明白的，那呢伊到底所看到的是虾米货？第个所在，伊就甲伊问：那安尼律法600多条内底，613条当中的这律法内面，倒一条上界要紧？那么伫这当中，就有真大的考试哦。除非你613条的律例典章，你拢明白。那到无的时阵，有人问讲，牧师啊，你有咧遵守第10条无？安尼话，这些要安怎讲？第10条啥都毋知咧，无紧来来先看卖啊咧。安尼的时阵，人就讲啊，你这普普尔啦。但是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伊伫个所在来问613条的律法内底，倒一条上界重要？这个人其实内心有答案，伊已经设定一个目标。实属耶稣基督回答若无准的时阵，基督就会当场受人的乞笑。那到无的时阵，伊无明白这个代志，安尼基督就袂堪你继续做老师。所以伫这款情景下面，伫遐呢，伊来甲伊问，因对这个代志，咱会通看见。咱所行所做，咱的辩论，咱的讲话内容，
别人对咱的认捌是对着过去对咱的认捌，一直到今仔日，咱的认捌。所以当有人来问你的时阵，咱敢有伫当中真正会当借着上帝话来回答答人？人若问咱讲，你啥要信耶稣？耶稣对你来讲意义是啥物货？咱会当真斟酌甲伊回答无？或者是咱无有理由，咱毋知要安回答。这就是安怎牧师一再拜托强调，咱爱认真读圣经，殷勤读圣经，会互你的活命愈来愈精英；殷勤读圣经，会互你愈来愈有知识；殷勤读圣经，会互你真正知影你所敬拜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伊会当做啥货？伊会当引带你啥货？伊会当想诉你啥货？这就是啥咯？咱爱殷勤读圣经。圣经是一个祝福的册，祝福的批信，对上帝遐所写来的。所以基督教因回答讲，第一个要紧是透过迄个辩论了基督的回答，互人会通知影。安尼，伊会才会明白第一要紧的，伊会提出这个问题。今仔日咱若是会当认捌上帝、顺探上帝、活出上帝爱咱活的款式，人会对你的心上看到上帝。你就是上帝真正的儿女。伫你的家庭检测，还有一寡人还无信主，但是因会看你的行为举止，看你的回答，看你的讲话。所以，像那圣经内底甲咱讲，误会言语一句都拢毋通出嘴，就爱照着代志来讲，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咱的言语会见证咱这个人是啥，咱这个人所讲的言语会盖在咱所接受的是啥。人若定定读上帝的话，伊所讲的就会定定出上帝恩典的话语。上帝话语安定伫天，伊所讲的话出来，就会带着能力，就会带着祝福。所以，咱安怎样啊来讲上帝话语？咱怎样啊透过咱和人的交谈、回答，互人看到咱第一要紧的，咱活命内底上界水迄个质到底是啥货？耶稣回答讲：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的你爱听。这个话其实是出现伫申命记内底。所以当基督安尼讲的时阵，伊就真清楚，这个文书伊就真清楚，这个耶稣有读过上帝的话。所以伫迄个所在讲，以色列啊，你着听。迄个听的意思是爱尊敬，伊就讲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第一个要紧。这是介主要，所谓律法、律例典章，咱人生活伫这个世界，第一个原则一定爱知影，我的活命是对上帝所来。这一点若无确立起来的时阵，安尼，咱就会歪错去。今仔日因为咱知影，咱是属上帝的儿女。所以，咱来敬拜上帝。亲爱兄弟姊妹，你看好好放学的时阵，囡仔因要转去，因大声一定爱确立一项代志，我是像因囝，对无？啊，囡仔若无确定家己是像的囝，外口遐。所有的爸爸妈妈拢总来啊，凊彩人带咧就行赢，敢毋是安尼？啊，真正就带咧就行赢，敢毋是？
所以要转去因兜的时阵，第一项代志，爸爸妈妈来带的时阵，大先爱认清楚爸爸妈妈是谁呢？这个原则上介重要，这部分若是无去，安尼所有物件拢会往伊带去。有一个妈妈，甲这个爸爸，就是囡仔因爸爸讲，去好好甲恁囝带转来。了后，迄个爸爸就甲囡仔带转来。啊，囡仔带转来的时阵啊，因这个妈妈就伫迄个所在讲：好，我甲你讲，迄个囝敢真正是恁囝？敢是你生的？因翁怎啊受气？好，我都知咧。好，你今仔日生日啊吼，生日迄毋是我生的啊吼。伊就甲伊讲，因太太就甲伊讲：你出去看卖啊，看你带倒来是谁因囝？结果出去看，真正毋是家己的囝，带毋着生呢啦。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先大声确定这项代志，咱的生命对倒来。这一点若无确定的时阵，咱就会活了真歪错。所以伊讲这项代志，你爱听，阁无比这条阁较大的啊！即使若是无上帝，咱的人生甲有上帝会有偌大的差别。无上帝，咱会当凊彩活、黑白活，因为生命无意义。无有任何人会伫迄个所在主宰你什么货。过去的年日，过去就准拄煞；未来的年日嘛，凊彩活活的就好，因为都无上帝。这是无上帝的人的想法。但是无上帝，敢真正就无上帝？是我讲无上帝，还是真正无上帝？这个真危险哦，爱想清楚哦。即使若是有上帝，咱的活命就爱按照上帝来活来行。真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建立伫行兄内底，袂输上帝就是举一支藤条。伫迄个所在，撩某人叫你讲道爱讲较少咧，毋好讲遐济，叫你讲40分、50分，就你讲几点钟咧，消落去。袂输上帝吼，一日干吼，咱目睭金金吼，看咱咧做毋对。其实圣经对头到落尾，一直咧甲咱讲，当咱知影有一位上帝大有能力的上帝。伊欢喜甲咱连接做伙，伊欢喜将着伊的能力赏赐予咱，伊欢喜来帮助咱解决问题，伊欢喜，互咱透过解决问题的过程内底，咱学习着有能力，咱爱对这个角度内底来认捌上帝。所以，上帝有恩典、有权柄、有能力要赏赐予咱。迄是咱相信上帝上介大的祝福，是这个世界无法度予咱的迄一部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活命内底，咱的确着爱掠掉这个信仰的内涵。咱的信仰的内涵上介大的恩典，是出自上帝一直咧陪伴咱。在咱人生的过程内面，咱袂有对着这个世界，咱抑个无认捌的时阵，上帝就已经精选咱，所以伊创造咱，伊互咱经过人生真侪遮苦难，为着要训练咱，互咱并且会当进入伫上帝伊所赏赐的恩典。未来的一年是充满恩典的一年，未来的一年。咱会通照着上帝所教示咱、训练咱的愈来愈有能力。未来一年，咱若是愿意顺探上帝话语来行的时阵，你会通看到，你会有权柄。牧师伫
顶顶礼拜的时阵，甲各位分享的。马可福音内底讲，啥时遐邪灵恶鬼认到耶稣的时阵，因就讲一句话：你是上帝的囝。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的话每一句拢带着能力。咱若定定读上帝的话，咱的口中就会出上帝的话。咱若定定看电视，咱讲的话就定定甲电视同款。咱若定定和遐个人，一日甲暗咧骂蔡英文，一日甲暗咧骂马英九的人做伙，斗阵久，你嘛会甲伊骂惨落，对无？所以谁爱读上帝的话？因为伫路尾，伊会对着咱的活命生出遐个上帝话语会带出来。上帝圣灵会感动你，开启你讲什么款的话，这一样。咱会伫其中领受迄个对上帝国来的官兵能力甲祝福。新的一年，咱会当安尼做，这就是听上帝的表达了。迄个文书对耶稣讲是老师讲的，上帝是一位实在无毋对，除了以外，也无搁再别有上帝，并且真心真意真力听伊，搁听人亲像家己，就比一切的小祭甲逐样的祭祀抑搁较好。这个人听清楚啊，明白啊，伊就做出这款的回答，并且这个回答内底对咱来讲有真大的重要性。伊讲：你知影小祭，小祭是将家己献予上帝，就是伊无灾无病的时阵，甲家己献予上帝，感谢上帝，愿意讲上帝啊，我一生为你来活。犹太人咧献小祭的时阵，是全部拢总献起嚟。伫这个伫今仔日新春感恩的礼拜，咱三甲做伙来孝念上帝的话。上帝真正遐尼水，遐尼好，值得咱来甲伊听惜，甲伊爱吗？有一间教会内面，了一对翁仔某，因听了新春感恩礼拜，有人起来做见证。所以做见证了后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因为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车祸，所以当伊发生车祸的时阵伊就新春礼拜的时阵就好去。了后伫迄所在，伊就伫迄个新春礼拜迄个日子来做见证。做见证了的时阵，伊就讲感谢上帝。我虽然两支脚弄断去，可是粉碎性骨折，就是迄个骨头弄甲拢碎去。总是呢，上帝互伊今仔日阁会当行路，虽然安尼有淡薄仔败咧，总是抑阁毋免压乖啊。行了无好看，但是抑阁会行，伊就足感谢上帝。那么因为伊是开公司嘛伊真大的产业，所以呢，伊迄一届发生车祸的时阵伊就奉献，伊就感恩奉献。伫新春礼拜的时阵感恩奉献20万呐。因迄个师傅起来的时阵，就讲：这位兄弟因为伊安尼，所以呢感谢上帝，所以伊就奉献20万。了后，迄个新春感恩礼拜的时阵伫遐师傅讲了的时阵有一个先生就跟太太讲：喂，因太太就讲安怎？伊讲：今仔日咱的公司甲因的公司差不多大间，咱嘛爱奉献20万。因太太听者讲，无你是咧起笑，咱也无发生车祸啦。了后因翁就甲伊讲对啊，咱就是无发生车祸伊讲无发生车祸，搁咧奉献20万。因翁佫甲伊讲对啊，咱就是无发生车祸因太太看来怎硬甲伊看。因翁佫甲伊讲对啊，咱就是无发生车祸因太太支票帮我摕起来签20万，当日就奉献。咱就是无发生车祸无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牧师薪水的缘故，我拢来祈祷上帝安乐信教会大人拢发生车祸。
一个人拢奉献20万，是安尼吗？平安的日子，敢毋是更较爱伫上帝面前，定定存着一个感恩的时刻？这是烧祭，这两项拢毋是遐简单的。人伫苦难当中得到上帝的恩典，会晓奉献，迄是一个感恩的行动。但是伫平安的时阵，咱敢毋是比遐受苦难的人领受的恩典搁较济？圣经内底讲一句话，讲因为伊无灾无病倒转来，所以伊的老爸就杀牛杀羊来请人客啊，无灾无病。迄是恩典呢，毋是互车弄着好去，才是恩典呢。咱有甲这个关系弄互伊清楚无？所以这是甲烧祭，这是足大足大的奉献呢。总是主耶稣讲啥？主耶稣讲无毋对。这个人所讲的。伊的表达是啥？烧祭这时的代志，总是毋达到真心、真性、真谛听主咱的上帝。咱若真正会晓听主咱的上帝，眼中有神啊，心中有神啊，眼中就有人啊。这点对咱来讲，是毋是一个提醒？什么是当？咱安尼讲，毋是讲安尼就好，这个就无重要。请咱毋好安尼想。你要讲哦，牧师安尼，我就真心真性听上帝，安尼烧祭就毋免啊。哦，毋是安尼讲哦。请注意即句话的意思。烧祭这时隆重真重要。但是比起真心真性听主上帝，听人亲像家己，这个代志也搁较是重要。两项拢将重要。但是若要真正烧平，这个搁较重要。毋是讲这个就无重要，两项拢足重要。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看出上帝伫新的一年内底爱咱安怎样做？存伫咱内心的善良是啥货？对青云人爱有礼貌，看到因爱疼惜、爱招呼。今仔日人一摆到伫咱教会，咱除了和咱的兄弟姊妹熟悉以外，咱嘛爱显出咱对着人的疼，勇敢认真去熟悉其他的人。毋是听候人来认捌咱，付出一点爱听。第二，对着厝内底人爱有耐心。昨个时阵，阮兜啊，做伙咧做礼拜。礼拜进前，我和阮查某囝吼讲一句，阮毋知咧讲啥物代志。讲到尾手的时阵，我就甲伊讲郑月新，细汉到大汉的时阵吼，你敢捌吼受过吼爸爸对你的忽略的伤害啦吼，就是无伤济时间陪伴你啊，还是讲安怎样吼？你捌对着爸爸受着即款伤害无？你敢知影阮查某囝有哪甲我印象代志？伊讲爸爸，这无啦。我就听到介欢喜，你知无？了伊甲我讲一句话，我就对天堂摔倒落来。伊安怎讲呢？伊讲吼，你若对妈妈较好咧，我就甲伊足感谢啦。我毋是对阮牧师娘无好啊，但是偶然吼，对我来会喙齿夹着喙齿，你敢若？所以对着厝内底的人爱有耐心啊。迄是一个内心的善良哦，知无？搁再来，对
你所爱的人爱体贴。这款的是较消极的方法，这较积极的方法，爱认真，爱主动，甲疼惜，甲照顾。所以呢，三不五时啊，人若买真济菜，买真济物件，咱着爱共斗寒，知无？毋好讲啊，迄拢互你寒，啊，家己若老爷安尼一直爬起来，体贴耐心，问讲我会当做啥物货？第四，爱对着朋友爱忠心，爱诚实。互家己所疼惜、所信任的人来出卖，迄是足艰苦、足痛苦的代志。当咱会晓安尼做，咱安尼做的时阵，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人的负责，但是实际上是因为伊这个人对上帝话语的遵守啊，敢毋是？圣经内底咧，甲咱讲，就是这几项啊。会晓款待三分人，照顾因的需要，照顾出外人的需要。对厝内底的人爱有耐心，对家己所疼的人爱体贴，毋是干那空嘴保子。啊，对着朋友，尽咱的气力来甲斗相共，对因有忠心，对因有诚实，互因会当对咱、对你看到通倚靠、通信任的人，伊的人生才无孤单。这就是心中有神，眼中有人。咱一定爱眼中有人，眼中若无人，就会变做青迷，会看无路，会行袂去。求主帮助咱，所以甲你上好的情绪留互你厝内底的人，这才是团圆上好的意义。过年的时阵，转来厝内底，难免人多，杂碎狗猫。总是嘛会当真好啊，敢毋是？昨暗的时阵，阮查某囝甲囝婿转来厝内底做伙食饭。了后的时阵啊，因着含因度假的人同齐做伙视讯。度假的人一家口啊，就是阮亲家因啊，一家口人10几个人做伙，人嘛是安尼做伙食饭，欢喜快乐啊。所以人多人少，应该毋是上界绝对的原因，是咱安怎样啊看待咱身边、咱厝内底的人，迄应该才是一个真正绝对的原因。你还阁会记得牧师甲你讲，顶礼拜所讲的信息无？耶稣基督所做的大代志，所以就有真侪人来就近伊。啥物叫这大代志？咱敢会记得？大代志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尽力，互每一个人来到伊身边，拢对伊得到帮助，得到温暖。这就是大代志。圣经讲，真侪人因为耶稣所做的大代志，所以就对着家人、桃园、新竹、台东、花莲来跟对耶稣。什么是大代志？大代志就是每一位就近伊的人，伊拢尽力甲伊斗相共，互伊感觉温暖，迄就是大代志。希腊原文的大代志就是安尼，所以你会当做大代志，互人来到你的身边，对你得到温暖；互人来到你的身边，对你得到帮助。了，耶稣感觉这个人回答了有智慧哦。耶稣就甲伊肯定，会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偌远啊。对咱以后就无人搁敢问伊啥物货。这句话意思，毋是讲耶稣基督就袂拄着问题啊。这句话意思是，耶稣会当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伊毋惊挑战。
信仰的路程，未来新的一年，你会拄到这，会拄到迄。你带问题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每一届咱问问题的时阵，是为着要降服上帝，要接受上帝的话语，互上帝的话语伫咱的内心引带咱。所以只有这以后无人敢问伊问题，就是耶稣会当解决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主。你唔免烦恼，伊无法度回答你。人生所有一切苦痛，一切的欢喜快乐，带到上帝面前来，互伊对你来解说，唔是用我的眼光经验来解说。主耶稣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了。即句。基督第一个所在讲，伊回答了有智慧啊。智慧的意思是想了真清晰，想了真长远久长啊。这后做伊回答了有智慧，就是这个回答是想了真长的，想较远的，唔是干那看到眼前的回答的。所以这个文书是一个想真远、看真远，伊有属灵眼界的人。因为伊这款属灵的眼界，想了较远，想了较久长，所以耶稣基督甲伊讲：你离上帝国无远。这个部分若想了远，离上帝国就无远；这个所在若想了短，离上帝国就真远。安尼有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伫这当中，咱斟酌注意看，咱的人生时间是安尼过的。对这条安尼走去，走到伫永远，时间会继续向前行。总是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了一直到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阵，这是今世。安尼，咱若是敢若看到这的时阵，咱就是这段无拍算着。安尼，咱离上帝国就会足远。咱若敢若伫今仔日想到这世人安尼尔，安尼咱的人生看了无够踏实，无够久长，因为时间会继续走啊，活命并未消失。对着物质的定律嘛是安尼，自然界甲咱讲，咱这个人虽然离开去世间啊，总是咱的烧烧的时阵，咱火葬的时阵烧去，伊会变做啥？伊会变做火啊，会变做油，变做火啊，烧了伊会变做热能啊，伊无拍无去哦，伊是有的哦，伊是转化做另外一个形式存在。对物质的世界，咱就当安尼看见，安尼咱人的灵魂呢？圣经讲，物质归伫物质的世界，灵归伫属灵的上帝遐去。安尼，即个日子咱得爱斟酌，有一日，迄一日，很拄则牧师讲的，咱人敢若有一日甲迄日，迄一日就是伫上帝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咱爱高效。咱若是今仔日照上帝所讲的活出。伊的恩典下面回应上帝的听，认真读上帝的话语，殷勤做主的工，口中出安慰造就劝勉的话。亲爱兄弟姊妹，你会有能力，你会有权柄，你会彰显出上帝所赏赐予你活命的能力，你会影响身边真侪人，因会对你的心上看到上帝。你家己嘛会当代表上帝，因为你遵行上帝话语，上帝就会认你，伊会替你征战，伊会为你做见证，因为你顺探伊。人若听上帝，上帝就为伊征战；人若听人来见证上帝，上帝就会透过这个人。继续听更较侪人，也会将伊所需要一切的资源加添予伊，因为这个人咧见证上帝，上帝就会见证这个人。唯愿咱会当明白，身为上帝的儿女，咱几若摆听这个道，会当知影听上帝、听人这两条诫命是律法613条内底所介重要的源头。互咱既然会晓得、会明白，咱就当坐伫上帝听内底，毋
着耶稣基督来实习，毋是学习尔。学习是听着记伫头壳，实习是听着记伫头壳，搁去做出来，迄才是实习。互咱正做一个实习的门徒，毋是干那一个学习的门徒。主耶稣讲，有伊的话搁遵守，这个人就是听主耶稣。听主耶稣的，也要望天父上帝听伊。伊讲，我也会听伊，并且要向伊显现，就是基督所应允的一切，拢会伫这个人的身上显明出来。新的一年，咱期待咱的日子过了更较有阳光，过了更较丰盛，过了更较有气力官兵。亲爱兄弟姊妹，尊敬上帝话语，绝对会是你这一年内底充满阳光、成就、上帝欢喜的一年。三甲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伫天，总是你想说阮世间的人才会话语。你讲，阮若尊敬你的话语，阮会当真心、真性、真力、真意来听上帝，尊敬你的话，研读你的话，一直到这话记伫阮的灵魂，记伫阮的头壳内面，阮照安尼去行去做。主上帝，你讲，你就要向阮显现，就是你要亲自来为阮征战。你要亲自为阮做见证，你互阮伫属灵的世界，也会当是有记号的，甚至所有其他这灵也拢爱听阮的吩咐。主帮助阮，互阮进入这个境界，互阮伫这个当中活出上帝你的欢喜，互新的一年诚做你欢喜阮的一年，互新的一年，互阮尊叹你的话语。或者唯一诚侪上帝你欢喜阳光的祝福成就伫阮的身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毋知今仔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或者是倒转来厝内底兄弟姊妹，感谢主。咱有真侪这兄弟姊妹吼，会当陆陆续续继续来参加实体聚会。也感谢上帝虽然疫情有咧扩散，总是也感谢主，咱即马已经对3万外落落来到万外。总是即马的情形也是对着过去的动静，已经渐渐变做中静甲轻静。所以咱也为着这个代志，继续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愿上帝亲自成就伊的祝福甲稳定在咱当中，继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这是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三甲吟唱今日的第3首，主求你感纳阮虔诚的奉献。主求你感纳阮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纳阮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纳阮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纳阮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
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但愿迄一位赏赐各样属灵福气、地上丰富的主上帝，亲自将着恩典、权柄、能力加添予你，互你伫地面上照着伊天顶的旨意来行，通互伊天顶各样属灵的福气、甲恩典、权柄、能力，这搁较侪赏赐伫地面上生活的你，搁愿你甲你的家专心侍奉耶和华，互人对着你的家甲你的身上看到上帝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予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用伊的面光照你，赐恩予你；愿耶和华向你扬面，赐你平安。伫新的一年，经历伊搁较侪恩典、权柄、能力的同在。也伫新的一年，互你更加甲家己完全献予伊，为伊来活。直到伫迄个日子见到伊的时阵，对伊得到称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来，即摆徛咧哦，万请离开咧哈，来，这边的活向这边，啊，这边的活向这边，来，甲伊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予你。好，来，万请离开咧，徛起来食哈，徛起来食，来，咱翕一张新春的过年的相来哈，来，谢谢，马上好，还阁2分钟就好啊，来，随着你的意思来徛哈，来，徛好，徛起来哈，谢谢。来，翕一张相哈。好，那个等一下，那个在门口发就好了。有啊，时间，袂要紧，来，咱亲爱兄弟姊妹，吼，谢谢。我们自己发，谢谢。拜到你，谢谢。来，这样我是你，谢谢。来，引导徛头前，飘飘的徛后边啊！哎，来。来，无要紧，国语堂的若要来翕，那做伙来翕无哈？谢谢。等下国语堂的再翕一届哈。来，可以吗？来遮头前遮会当搁徛一摆来，无要紧，来，无需要遮徛头前咧，来。来这边正牧师的正边遐，还有一寡人哦，好不好？谢谢。来，可以吗？啊。